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不丢弃勇敢的心，顺服到底必蒙福。圣经希伯来书 Hebrew kamu dapat cefang 30 sempat atusir tanggal sai 30 ilaku 6 atusir 10章34到36节。Milareng kamu tu ma'rufu ay adam klau amapatus. Uruma satu, yo ma'afas ama minggu lafong namui. Lipa hak kamu, nau hani mafana kamu tu nika ira huku I kaka ay nu nini a mi sautsai a malo lafong namu. Urasaka aka sawa tenku Cili ay falu cuat namu. Ano hati ni ku falu cuat namu I. Cai kaca ka mapaka lah kamu. Kakali meraan namu I. Unika ku sait no falu cuat tu. Sabi laci au tu na falu cuat anu kawas. Malayap namuku ni soa lanu kawas sapa lemah. 你们跟囚犯一同受苦，当你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你们甘心忍受，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更美而长存的产业，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偿。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你们必须忍耐。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持续存着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一个勇敢的人会忍耐到底，顺服到底，忠心行完神的旨意，就必得着大赏赐，得着更美更长存的家业，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城，天国，名字会列在信心英雄榜上。希伯来书11章列出许多勇敢的信心英雄，神将他们记在圣经中，做我们的榜样。像亚伯在不吃肉的年代里，很勇敢的与他人有别，养牲畜对于不吃肉的人根本无益。可是亚伯有勇气，敢做一个牧羊人，凭着信心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脂油献给神。他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他养羊是为着要献祭给神，因为羔羊代表耶稣基督。古代人杀羊献给神，就像中国人杀鸡杀鸭献给神一样，因为他们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羊乃是代罪羔羊，代替人类的罪被杀掉，流出血来献给神。但动物的血没有办法真的洗净人的罪，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降世为人，来担当世人的罪，做代罪羔羊，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人的罪，洗净人的心。他又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亚伯凭着信心献羔羊，是神所喜悦的，他因着信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挪亚也很勇敢，他不顾人的嘲笑，顺从神的旨意，在离海很远很远的内陆地方建造方舟。他有敬畏神的心，
勇敢的顺服神。所以当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8口得救。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或工作的地方，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也许同学们，你的同事会拿你信耶稣的事情开玩笑，你不要理他们，应该像挪亚一样存着勇敢的心，不顾人的嘲笑，继续信靠耶稣，而且为你的同学同事祷告，因为你知道神再一次不是要用水毁灭这个世界，乃是要用火焚烧这个世界。到时候那些嘲笑你的人都会被来日的大火吞噬。所以你不但不要怕他们的嘲笑，反而应该怜悯他们世上的灵魂，切切为他们祷告。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就撇下熟悉的环境，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现在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移民，可是亚伯拉罕移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只知道神呼召他，他听见神的声音就千里跋涉，越过荒漠，一步一步跟随神，忍受各样的艰辛，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非常勇敢的顺服，勇敢不是血气之勇，勇敢的表现是顺服神。跟人打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勇敢，我们讲的勇敢是下定决心，不管要付上什么代价，一定要顺服，这才是真正的勇敢。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是神应许他的，是他宝贝的独生子。当神要求他献以撒的时候，他那样勇敢地把独生的爱子献在祭坛上。他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结果神以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真的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也让人想到上帝的爱。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让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摆在祭坛上一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健康的生命，喜乐的生命。亚伯拉罕勇敢的顺服，不但他自己蒙福，他的子孙蒙福，连万国都因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蒙福。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勇敢的心。阿们。亲爱的主，我们不要丧失了勇气，这勇气要带给我们极大的报偿。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你的应许，我们必须忍耐，就好像亚伯拉罕把以撒摆在祭坛上一样，勇敢的顺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